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。即马气象署是预计这杨柳风台呢，会伫今仔日下晡1点左右，对台东的太麻里来登陆。即马华东地区风雨是愈来愈大，红头树、火烧岛嘛已经出现17级以上的强阵风。今仔日下晡呢，这风台会入来到西部地区，所以云林以南特别要注意大水雨的灾情。这气象署除了针对14个县市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以外，即马嘛针对全台湾来发布强风特报。拜三中度风台用略的暴风圈有了外变大，气象署除了继续针对东半部北势海峡发布海上警报，目前气象署嘛针对花莲、台东以及苗栗以南地区和澎湖、金门拢总14个县市发布陆上警戒。这个台风大概会在今天中午的前后从台东附近登陆，随后可能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从南部陆地逐渐的出海进入台湾海峡。那整个要进入到中国华南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到明天的凌晨。也那雨水的部分，气象署指出，华东恒春半岛对拜三开始雨水会明显增加，打算下晡风台地进入西半部地区，所以像嘉义、云林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地区特别高闪大水雨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三暗时8点过后，风台继续向西边叮当，台湾本岛拜四雨水会慢慢转好，不过金门、澎湖雨也是真高。白天在花东、恒春半岛地区可能就逐渐会有豪雨的状况出现。到了下半天，台风进入西部平原，进到台湾海峡之后，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变得明显的增强。我们预计在嘉义以南也会陆续会有豪雨的出现哦。那整体来说，要到今天入夜之后，台风进一步往西移动，台湾这边的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。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气象署嘛针对全台发布强风的特报，台东澎湖可能会出现14级以上的阵风，云林以南、花莲嘛有11级以上的阵风，也那北部和中部是8级以上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